4000多页，宋史第5部已经4000多页，总共到4388页。还要10多个小时的有声书哦，这个顺序要调整。可以跳过去，没关系嘛。最好是，你看那个缩图，左边缩图最左边还有数学符号那个等于，有看到这种符号可以长按那个缩图靠近等于符号这边，可以上下移动。你看长按以后可以上下移动，按照阿拉伯数字顺序排序。像这个07要移动到上面，移动到06底下，原则上是整套的排在一起，然后有附加的再另外再排在后面。像这样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来救，有的会重复了，因为上传有时候不顺，中断要重新上传。9，大的在前，小的在后。有时候达到标准的在前，相关的在后。这个09，你看重复一次，看那个秒数、时间长度就知道是不是重复了。已经上传到第4部了。那这个播放清单呢，大概到第200项。桌上型电脑显示的项目最多到200项，所以最好不要超过200项。看这个这专门都是宋史的，你看已经88部了，预计还有2部，但当然有一些不是很长的，是短的。总之宋史的内容很多。第1、第2部是元朝编的，第3、第4、第5部是清朝编的，总共4388页内容目前是排第1名的。